弟兄姊妹平安。由於颱風嘅關係啦，所以咧大家唔可以翻嚟實體嘅崇拜，但都好想咧透過而家呢種形式啦，網上嘅崇拜，咁呢個係預錄嘅。我而家就喺辦公室，星期六嚟嘅，咁有少少預備啦，咁希望都可以幫到。如果你使用呢一個短片咧，都可以幫助你咧喺家中崇拜啊，或者同屋企人一齊崇拜啊，甚至有時都有啲人都講可能咁樣咧，都將個崇拜咧植入咗去屋企啊，幫助屋企人咧一齊崇拜都未定嘅。咁無論如何都係好想透過呢個方式，可以讓弟兄姊妹咧喺唔同地方，喺唔同嘅時間添啊，甚至無論邊度都係好想去一齊敬拜神，一齊咧嚟到過崇拜嘅生活，去榮耀主嘅。所以希望你都可以享受呢一個鐘頭，透過網上嘅崇拜、短片嘅崇拜去親近神咧。我哋一齊祈禱，都感謝你喺呢個颱風當中，我哋有平安。求主保守喺颱風當中有危險嘅地方，同埋保守咧颱風當中好多工作人員有額外嘅平安，讓我哋繼續去敬拜你，因為你係嗰個掌管天地、掌管萬物嘅神。所以主啊，求你帶領我哋一齊去敬拜你，祈禱奉主耶穌名求，阿門。係啦，我哋保持咧呢一個嘅心靈誠實用真理聖話敬拜神。咁你可以熄咗手機啦，或者唔好睇手機啦，或者用手機敬拜啦嚇。咁咧都可以，簡單嚟講都係想專心啲一齊敬拜主嚇。咁咧甚至服裝地方咧都可以咧去預備一下嘅，讓我一齊敬拜神。耶和華發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公義，紀念他向以色列家所發的慈愛，所憑的信實。地的四極都看見我們神的救恩。你可以透過一啲短片去敬拜主，或者咧透過教會send 俾你嘅 PDF 裏邊有今日敬拜嘅詩歌，我哋咧先去敬拜主、讚美主。而家咧係聽道嘅時間，我一齊咧嚟到聽腓立比書第2章12至30節嘅經文，讓我哋一齊慢慢去誦讀神嘅話語啊！這樣看來，我親愛的弟兄，你們既是順服的，不但我在你們那裏，就是我如今不在你們那裏，更是順服的，就當恐懼戰兢，作成你們得救的功夫。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使你們無可指責，誠實無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中，作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叫我在基督嘅日子，好誇我沒有空跑，也沒有徒勞。第17節，我以你們的信心為供物的祭物，我若被澆奠在其上，也是喜樂，並且與你們眾人一同喜樂。你們也要照樣喜樂，並且與我一同喜樂。我靠主耶穌指望快打發提摩太去見你們，叫我知道你們的事，心裏就得着安慰，因為我沒有別人與我同心，實在掛念你們的事。別人都求自己的事，並不求耶穌基督的事。第2節，但你們知道提摩太的明證，他興旺福音，與我同勞，待我像兒子，當父親一樣。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樣了結，
就盼望立刻打發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25節，然而我想必須打發以巴弗提到你們那裏去，他是我的兄弟，與我一同做工，一同當兵，是你們所差遣的，也是供給我需用的。我很想念你們眾人，並且極其難過。26節，因為你們聽見他病了，他實在是病了，幾乎要死。然而神憐恤他，不但憐恤他，也憐恤我，免得我憂上加憂。所以我越發急速打發他去，叫你們再見他，也可以喜樂，也可以少些憂愁。29節，故此你們要在主裏邊歡歡樂樂的接待他，並且要尊重這樣的人，因他為作基督的功夫幾乎至死，不顧性命，要補足你們供給我的不及之處。我哋咧一齊嚟到係聽神嘅話語，今日咧嚟到係好想同大家分享教會三寶啊！咁咧有三個寶貝，就係咧傳道同工啊、領袖同埋大家啦。我一齊咧去祈禱先。主多謝你嘅話語，又讓我哋一齊可以咁樣敬拜神，求主祝福保守信息，讓信息幫助弟兄姊妹更明白神嘅心意，更幫助彼此繼續愛裏邊成長，繼續建立神你嘅教會。求主帶領祈禱，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阿門。同大家分享呢一段嘅經文，頭先大家讀嘅腓立比書第2章12至30節咧，其實係延續上個禮拜再上個禮拜講到咧腓立比書第2章1至11節嘅，大家都見到啦。上一次咧同大家分享就係真的可以合一嗎？腓立比教會或者今日嘅眾教會，今日好多嘅情況咧，我哋都好難去合一啊，可以合一嗎？可以同心嗎？呢個咧都係我哋成日都問嘅問題。聖經話俾我哋聽咧係可以嘅，因為呢一個合一係在基督裏邊，喺信咗耶穌就喺在基督裏邊咧，呢個係一個召命，係神嘅命令，係神呼召我哋可以喺埋一齊，更加可以靠住佢咧可以合一嘅。而呢個合一咧，唔係單單就係我哋嘅生命，係靠住耶穌基督嘅生命。因為我哋要學習耶穌基督，好似呢個圖咁樣，佢咧就喺2章6至11節，佢本來有神嘅形象，唔以自己嘅與神咧同等為強奪嘅。佢雖然同神一樣，不過佢唔會同神去爭，佢自己謙卑降生，成為真正嘅人。甚至為我哋嘅罪寫喺十字架上高，佢嘅生命影響咗我哋，佢嘅生命嚟到係去刺激我哋，話俾我哋聽，靠住佢係可以一齊合一同心嘅啊！更加因為信服神嘅緣故，佢升為至高，將榮耀歸俾神，所以我哋一齊亦都可以靠住主去榮耀神，呢個都可以成為我哋合一嘅基礎。咁樣保羅繼續教導啦。我哋已經有基督嘅心為心，效法基督就可以活出榮耀嘅生命。咁樣我哋就可以咧去實踐啦，就可以咧榮耀神，謙卑嘅合一嘅一齊咧將榮耀歸俾神。更加嗰個實踐係去到接住落嘅第12節嘅嚇，到第18節呢個咧嘅合一咧係做得到嘅，就係我哋個人先咧與神合一。所以我哋繼續學習順服，立志嘅順服，靠主去成就呢個12節至13節嗰個話俾我哋聽。唔單係咁樣，我更加可以咧，因為順服基督，可以咧成為世上嘅光，去光照世間嘅人。唔好發怨言啊，唔好指責，誠實無偽喺呢個彎曲悖謬嘅世代當中咧，做神無瑕疵嘅兒女。可以為主發光，更加可以咧一齊獻上奉獻俾神，成為活祭同心嘅獻上。呢個由12節
至到第18節咧，都係一種個人嘅成長。我哋自己因為相信耶穌基督喺基督嘅裏邊，我哋一齊咧去成長嘅。咁今日好想咧集中咧係思想第19節之後嗰個三寶啦。保羅咧更加唔單單係個人成長，更加係教會可以一齊成長嘅，就可以咧去一齊思想三類嘅人。一類咧就我就稱之為咧呢三類嘅人咧，好似寶咁樣啊！喺教會裏邊，我哋最寶貴嘅就係呢三類嘅人。我哋中意食可能煎釀三寶啊，打風嘅時候咧就唔知有冇得食啊，可以咧好享受嘅。有人都話咧門徒訓練咧都有三寶嘅，有啲書幫助我哋啦，透過福音查經，跟住咧一啲價值觀重整，一啲門徒訓練嘅材料咧，好似三個寶咁樣幫我哋成長嘅。而喺腓立比書嘅第2章咧，更加咧好清楚話俾我哋聽咧，有三類嘅人，我哋可以彼此學習，以至咧繼續去建立基督嘅教會。呢個就係同工們啦，傳道同工就係我哋啦。咁咧就全時間喺教會工作，神呼召我哋成為咧即係一世咧都係去服侍神嘅一班傳道人啦。咁教會裏邊有教會嘅領袖啦，包括可能係執事啊、導師啊，甚至咧係每一部有啲嘅部長啊、組長啊咁帶領住我哋啦。更加咧唔單單係呢啲領袖有崗位，更加咧係冇崗位嘅，係大家都係寶嚟嘅。你相唔相信咧？我哋就係寶咧，一齊咧去榮耀神，繼續學習喺唔同嘅崗位或者唔同角色當中咧，去睇到神嘅作為啦。第一方面就係教會嘅寶就係傳道同工啊，就係我啦，甚至咧係過往嘅因景堂嘅同工都係寶嚟嘅。只要佢哋係同心，係一同咧尋求神嘅心意嘅同工咧，咁咧就係寶嚟噶啦。呢度咧講到咧，保羅咧話我靠主耶穌基督，指望快打發提摩太去見你們，叫我知道你們嘅事，心裏就得着安慰。保羅同當時一齊坐監嘅同工們咧，都好同心。佢話咧，我係靠住主耶穌，咁咧就打發或者係差派啦，提摩太去見你哋。即係當時除咗保羅去喺羅馬嘅監獄，仲有其他人咧係陪伴住嘅。大家都知道嗰種咧係一種居家嘅監禁並不是呢一個嘅即係好關閉嘅監獄嚇。咁當然後期你都有去到一啲咧關閉啲嘅監獄嘅嚇。咁佢就好想咧差派提摩太去見腓立比教會弟兄姊妹。佢話咧，叫我知道你們嘅事，心裏就得着安慰。因為保羅嗰時候嘅心態就係究竟會坐幾耐監，甚至可能會死咧。佢都頭先講到咧，佢會澆奠，就好似咧要獻祭一樣，佢甚至可能就會喺呢一度咧嚟到殉道噶啦。所以好掛住咧，即係腓立比就同心合意咧，就差派提摩太咧翻去見咧腓立比嘅事，腓立比教會嘅人。但係咁樣咧，佢話咧，因為我沒有別人與我同心，實在掛念你們的事。別人都求自己的事，並不求耶穌基督嘅事。保羅咧好坦誠講到，其實咧唔係真係個個都與佢同心嘅嚇。甚至話我沒有別人與我同心。呢個同心咧係講到嗰個原意係即係相同嘅靈啦，相同嘅志向啦。甚至咧係話知己添啊！不過咧有一個就係咧提摩太話我實在咧好掛念你們掛住咧腓立比教會，所以咧就差派人翻去。但係別人咧佢話咧就求自己嘅事，唔求基督嘅事嘅喎。
所以咧未必真係個個都同心嘅。保羅再講多少少啦，話咧，但你唔知道真係有一啲弟兄姊妹同工咧同我同心㗎，特別咧係提摩太啊，佢話咧有一個嘅明證嘅，即係佢咧呢個人點解係我嘅知己，點解能夠一同去建立教會咧？就係咧佢咧係有啲特徵嘅，佢係興旺福音嘅，與我同勞嘅，待我咧像兒子待父親一樣，即係呢三樣嘢咧，去證明咧提摩太就係與佢同心嘅。咩叫做同心咧？未必樣樣都一樣嘅，但係呢幾樣上高啊，特別就係興旺福音啊，即係對於傳福音有一個嘅態度，大家一齊咧好想去做嘅。更加咧喺傳福音當中咧係與我同勞嘅，勞咧呢個意思咧，即係唔單單話去即係勞累好攰，更加咧可以話咧係一種咧為福音咧勞苦嚇。保羅咧其他經文當中都講到咧，佢傳福音咧都受好多嘅苦嘅嚇，包括咧喺哥林多後書嘅第6章第4節嗰度講話佢嘅窮乏啦，甚至咧佢嘅困苦啦，甚至傳福音嘅時候咧佢被鞭打啦嚇。即係而家我哋喺香港傳福音就好少俾人打嘅嚇，但係當時甚至或者今日都有啲地區即係傳福音嘅時候都會受苦，甚至監禁，就好似而家咁樣啦，佢哋被監禁喺羅馬嘅地方甚至造成擾亂、勤勞、警醒、不食即係傳福音嘅時候都係甚至係可能係令到嗰個日常嘅生活咧都係缺乏嘅。即係呢種希望福音呢種嘅付出咁證明咧大家係好同心啦，唔會因為咧有困難咧就閃咗佢啦，唔會因為咧有苦難咧就大家停咗度，唔係啦，係一齊嘅，甚至嗰種關係咧好似咧父子一樣所以咧佢話我一看出我嘅事業點樣了結，就盼望立刻打發他去，即係佢要了結就係同腓立比教會嗰種關係，好想掛，頭先講咗啦，好掛住佢哋，想知道佢哋呢個情況。但係我靠住主自信我也必快去佢甚至咧覺得可能咧神都會帶我離開呢個監獄，可以去到你嗰度。呢個咧當然佢係禱告靠主啦。無論如何咧，佢哋就有一種好密切嘅關係，甚至一種咧父子情。所以呢一封咧腓立比書咧唔單單係一封信。更加咧我遮住咗一個樣，就係真正咧係一個嘅關懷，甚至好似一封咧遺書咁樣。佢講嘅説話咧，好似啲遺言咁樣所以咧係好認真、好真實嘅唔會改變嘅。就係有呢啲嘅同心嘅同工，令到保羅心裏邊咧好放心。不過咧，亦都好承認咧，係當中咧都有嘅因為我沒有別人與我同心，實在掛念你們嘅事。點解有啲人唔同心咧？係嗰啲人係求自己嘅事，並唔係求耶穌基督嘅事即係唔係以耶穌基督為心為中心。嗰個真正分別咧，即係唔等於淨係侍奉返教會嘅。而係嗰種中心自我嗰個 centre， 唔係以耶穌基督為 centre， 所以好難同心啦。咁保羅都唔去否定喺侍奉當中都會遇到呢咁嘅情況嘅。不過能夠有同心同勞、忠心服侍嘅同工咧，呢個係非常之開心、非常之難得嘅咁甚至保羅同提摩太嘅關係咧，呢種同心同勞咧，唔係一息間嘅，係咧用咗好長嘅時間嘅有人計數可能甚至18年嘅時間，你建立呢種關係有成18年嘅由最初頭保羅要帶佢去傳福音，跟住咧提摩太睇住
保羅點樣傳福音，點樣受苦，又彼此堅固。到咧5年之後咧，佢話咧寫信咧，我所親愛又忠心嘅兒子啊，呢個咧就好清楚咧記載咗喺哥林多前書即係到而家咧12年啦大家一齊咧去同工，已經有12年，所以咧一種同心同勞，待我像兒子待父親一樣，即係呢種嘅關係。更加咧去到後期咧，就將教會咧嚟到係去交付俾佢甚至咧到最後尾提摩太後書即係就係保羅就快離開世界啦咁咧呢一種將交託忠心能交到別人嘅人一條咧好長嘅同工同路人一段唔係短時間可以搭建出嚟嘅我哋想唔想有呢種咁嘅關係咧？教會一段咁長時間，或者你返咗教會咁耐啦，可能有得有失，有啲同，有啲唔同，但係有冇繼續學上咧有呢種嘅關係咧？以至到咧你就又揾到你嘅導師，你嘅屬靈嘅師傅，屬靈嘅爸爸媽媽，屬靈嘅仔女可以咁樣咧去成長。我覺得呢個咧係真係教會嘅寶。如果人家有呢種關係咧，真係好寶貴、好寶貴嘅。我記得我自己喺呢咁多年嘅侍奉當中，真係有呢啲嘅導師或者係屬靈嘅父親咧，同我一齊咧行咗唔同嘅路。其中一位咧係我自己舞會嘅導師嚟嘅，以前咧係喺詩班當中，佢教我咧唱詩教我咧嚟到係去指揮。後嚟咧佢就去讀聖樂，咁佢去讀聖樂咧，我又走咗去讀聖樂嘅所以我未讀神學之前咧係讀聖樂嘅不過讀咗1年啫佢又讀咧3年4年咁樣嘅。佢讀完之後咧就去咗神學院讀書佢喺播神讀書。咁跟住咧我又即係又去咗神學院啦，嗰時咧就去咗建道咁後嚟咧佢畢業之後咧做傳道人啦，返舞會工作啦，跟住就再去咧美國深造啦，咁咧就讀咗關於靈修，又返嚟香港咧去咗道風山侍奉。都係返嚟嘅時候咧，我又去呢道風山咧，即係咁啱有安息年咧，咁又去再進修。咁呢一位嘅弟兄咧就叫譚佩全博士咁佢咧2016年咧就返天父嗰度啦。我咧就回想返咧，差唔多呢30年啦，唔係18年啦，咁樣就跟住即係無形中嘅即係未必話即係專登嘅。不過佢所教導嘅佢嘅榜樣嗰數咧，我覺得好有影響力咁一個咁嘅人喺我生命當中幫助我，亦都學習咧去幫助身邊嘅人咁呢啲嘅屬靈嘅師傅，可能係神學生，或者係傳道人，或者係啲機構，或者係神學院教授，或者係教會當中一啲長輩，你覺得係成為你嘅幫助都可以嘅。不過我覺得主要一個嘅元素就係去求啦，同埋咧去主動去尋找，你咧就會揾到呢啲嘅關係，揾得到咧呢個真係好寶貝嘅一種嘅關係。無論係過往嘅同工或者今日嘅同工，都可以成為你嘅寶嘅唔好咧即係失去咗佢努力嘅去揾翻佢最近咧李思敬博士咧翻天父嗰度係啦，有好多前輩，有啲屬靈嘅師傅即係未必一世可能就係生命當中某個時刻去幫助你，珍惜去咧建立呢啲嘅關係。第二方面咧係就係嗰啲領袖啦，包括咧教會裏邊嘅導師組長等等然而我想必須打發以巴弗提到你們那裏，唔單單係有呢一個嘅提摩太同工，更加有呢一位咧係信徒嚟嘅。以巴弗提咧係腓立比教會差去服侍保羅嘅。保羅點樣形容由腓立比教會嚟嘅呢一位嘅信徒領袖咧？佢話咧佢係我嘅兄弟，與我一同做工嘅，一同當兵嘅，
是你們所差遣嚟嘅，也是供給我需用嘅。佢話咧就係26節，就係咧我好掛念他，很想念你們眾人，即係以巴弗提咧好掛住腓立比教會嘅弟兄姊妹，並且極其難過，因為咧你哋咧聽見咧佢病咗啦。原來以巴弗提咧就由腓立比教會就主要咧嚟保羅咧就供給佢個需要。當時咧雖然係居家嘅監禁，但係都生活上嘅需要咧就係要靠自己。如果自己冇咧，咁就要靠人哋去周濟。而以巴弗提就係離開腓立比教會，就攞住一啲奉獻咧去幫助保羅。你想下，其實腓立比係好遠嘅地方嘅嚇，去到羅馬嘅地方，甚至喺街道當中咧接濟保羅，即係唔係好似而家探訪搭下地鐵啦、搭下巴士啊咁樣就得㗎，可能即係需要咧萬水千山啊，咁啊仲要將教會嘅錢當中咧可能會有海盜啊，有即係我哋讀聖經都有啲好撒瑪利亞人俾人打咁樣㗎嘛，係咪？即係路途咧都係好多危險嘅，但係呢一位以巴弗提都唔介意，甚至咧係喺個過程當中病咗，甚至病到要死咁滯。但係保羅提出佢係我嘅兄弟而且係同我一同做工，一同當兵，唔單單係一種做工，一種係精兵，係基督嘅精兵嚟嘅，係大家出生入死，係一個戰友嚟嘅，係一個咁好嘅領袖，甚至佢咧病咗都嚟服侍我。咁所以腓立比教會嘅弟兄姊妹咧就好擔心啦，哎呀佢病咗咁樣咁於是乎咧就保羅就去差派佢翻去。佢實在係病咗㗎幾乎要死添。但係神憐恤佢，不但憐恤佢，也憐恤我，免得我憂上加憂。都感謝神，佢雖然病咗，不過咧幾乎要死，神就醫翻佢。所以咧而家咧佢咧就要翻嚟啦。即係話其實呢一啲同心同行嘅領袖，一方面係願意一齊咧共同嘅目標，更加重要嘅就係喺當中付上代價。就好似頭先咁講，提摩太都付上好多勞苦嘅。18節，保羅話：所以我越發急速打發他去，叫你們也見到佢，就可以喜樂，亦都可以咧少啲憂愁，就唔使咧擔心佢以至咧可以一齊開心心咁彼此接待，去成為教會嘅領袖，就係願意一齊同一個目標，又願意一齊付上代價。以巴弗提就係一個咁嘅好弟兄、好戰友。有人話好嘅領袖或者教會嘅寶咧，就係咧要學習知己知彼嘅同工，要彼此了解、彼此嘅認識，大家唔同嘅性格、唔同嘅恩賜，要彼此欣賞彼此咧可以鼓勵，唔係咧睇出佢嘅盲點就算數，而係更多嘅欣賞、更多嘅祝福，相敬如賓，彼此咧可以愛護、尊重，同甘共苦，一齊咧去分享、分擔嘅，甚至彼此思念嘅，好似親人一樣，彼此掛住、關心備至、顧及別人嘅益處，甚至可以彼此嘅分享，唔單單係做，有更多咧 connection， 大家可以咧分享，大家可以咧接軌嘅，唔係單打獨鬥嘅，係一齊咧去彼此嘅信服，係甘心嘅擺上，能夠咁樣做得到呢一個嘅彼此咧，我相信係嗰種交心交流，唔係單單喺度做，係大家嗰個生命嘅交流就以致可以同心同行。求主幫助我哋有呢種咁嘅生活，呢個咧就真係教會嘅寶啦。更加最後尾佢講到，唔單單係有傳道同工，有教領袖，更加有一班嘅眾人。呢班眾人係點樣嘅咧？故此你們要在主裏邊歡歡樂樂地接待他，並且要尊重這樣的人。當以巴弗提翻去腓立比教會嘅時候，大家會點樣接待佢啊？係咪就咁翻嚟就 hi bye 咁？唔係，而咧要喺主裏邊，即係
用耶穌基督嘅心為心咧，開開心心咁接待佢，唔係咧好似咧例行公事咁樣，而係從由衷咁樣，哎呀真係好耐冇見，哇你真係死裏逃生啊！你都係去接待佢，更加咧呢種喺主裏邊接待咧呢種咁嘅意思，其實好似咧耶穌基督翻嚟咁樣一般咁去接待即係哇佢翻到嚟好似主翻到嚟一樣，即係好似耶穌基督佢曾經教導我哋咧要去用一杯涼水俾個我哋嘅弟兄，就係接待耶穌基督佢自己。呢種嘅接待係由衷嘅，呢種咧好似咧你就係主弟兄姊妹彼此之間服侍咧就係好似服侍主一樣，更加咧一種係尊重佢，即係話咧佢係好寶貴嘅，係主裏邊嘅唔單單係弟兄戰友，更加咧好似主咁尊貴嘅因為咧佢係用佢嘅生命擺上，幾乎至死不顧性命，所以弟兄姊妹嗰種嘅付出點樣為一個寶貝咧，就係會眾咧係一種彼此去接待嘅，彼此去 welcome 嘅，彼此咧係尊重嘅大家都係好重要嘅，成為一個咁嘅祝福嘅群體。所以喺教會裏邊呢個三步就係咧呢一段經文裏邊去提醒我哋嘅，去建立一啲咧真係親如父子或者知己嘅同工領袖喺當中嘅同心同行，但係我哋都學習點樣彼此尊重、彼此去接待，你知道可以咧建立教會呢個咧就真係寶貝啦我感恩嚟到恩典堂服侍，見到大家嘅成長，見到大家聽到大家嘅過去聽到教會嘅種種唔同需要，心裏邊都好想彼此嘅鼓勵。你同我都係神所揀選嘅寶貝嚟嘅。雖然我哋好多嘅限制困難，但係記得耶穌呢個寶，基督耶穌嘅心喺我哋裏邊，耶穌嘅寶貝先喺我哋裏邊，以致我哋可以成為寶，可以彼此嘅欣賞，彼此嘅同心，彼此嘅接待，讓我哋可以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繼續建立開開心心神嘅教會，喺風雨當中同路，喺風雨當中同行，彼此守望。我一齊祈禱。主多謝你俾我哋有唔同嘅同工，無論過去現在，又俾我哋教會有唔同嘅領袖，彼此去服侍，更加俾我哋有弟兄姊妹一齊喺教會當中成長。神啊，你就建立我哋嘅生命，叫我哋繼續去靠住你彼此建立，以至到教會繼續去榮耀，去福音繼續被傳開，更加幫我哋有保羅嘅眼光，保羅嘅心腸，去繼續彼此建立生命，繼續同心合意嘅興旺你嘅福音。祈禱奉主嘅生命求，阿門。大家都可以打翻開教會嘅程序表 PDF 咧，睇下家事嘅分享啦。咁嚟到彼此歡迎啦，當然可能都歡迎一啲咧睇呢條片嘅弟兄姊妹或者家人啦嚇。咁亦都係歡迎繼續大家翻教會，下個禮拜咧應該唔打風咧，咁就可以翻到嚟啦。咁咧繼續讀經民數記29章26章至27節，大家嘅程序表咧都有裏邊嘅人數啦，同埋咧記錄啦，咁大家可以留意翻咁如果有啲人數咧冇寫咧，咁你要咧call 翻Joy 俾佢咧，可以咧記錄翻嗰個人數。咁下週嘅服侍弟兄姊妹都可以留意翻啦。咁下個禮拜咧就主席咧就係卓浩，講完咧就何敬賢傳道，領詩咧就係曾慶傑弟兄等等，咁你大家留意翻呢個嘅週刊係彼此嘅守望亦都咧繼續
歡迎大家去宣傳啦，讓更多幼稚園K3至到中六嘅啲小朋友到青年人咧都可以參加呢一個2026嘅聖經福音生活營，禮拜23、24，咁大家快啲同沈樂或者係我哋去報名，以至咧可以一齊開心嘅過呢一個嘅暑假。咁係上個禮拜日啦，咁慶傑嘅爸爸曾憲倫伯伯咧就喺醫院當中安息主懷，咁家人都好好，想透過咧安息禮拜咁咧就喺8月中度咧，時間都定咗啦，不過都要等埋嗰個火爐確切嘅確定之後咧，我先公佈啦。咁家人咧都會諗住喺醫院出殯啦，所以一個比較家族式、比較人少啲嘅一種嘅出殯。咁所以咧，大家弟兄姊妹咧就唔需要去啦。家人咧都代表咧，家人咧係多謝大家大家嘅慰問，大家嘅顧念，咁咧就唔使親自去啦，彼此嘅祝福，彼此嘅見面咧就彼此嘅嚟到係關心就可以啦。亦都為到佢家人嘅需要祈禱，為到呢個喪禮嘅安排祈禱啦。咁下個禮拜二啫，嚟緊呢禮拜二咧有總會嘅同工會有常委會啦，咁所以姊妹團就會休會一次。咁嚟緊星期3至5咧，我都有3日假期咧，同師母咧去內地旅行啦。咁所以大家留意，有咩要事咧可以請執事幫手啦。咁唔該晒，咁都留意翻呢一季嘅唔同嘅事工。咁有奉獻嘅情況，大家可以睇翻教會嘅奉獻啦。咁彼此咧去守望，為到教會嘅需要咧禱告。亦都有牧禱嘅事情，為到李牧師喺屋企嘅休息。8月2咁咧就入院，8月3就做膽管手術去禱告啦。咁亦都為到小紅9月尾咧就有個檢查，亦都有啲安排嘅手術。咁康甜咧亦都係8月10號定咗咧，就喺法國醫院咧做右腦血管搭橋嘅手術啦，紀念呢一個嘅手術嘅安排。咁都紀念聖經福音生活營啦，讓小弟嘅預備同埋咧每年傳道嘅預備咧，可以幫助班青少年更加明白神，更加咧願意睇到神就係我哋生命之主。好，大家領受祝福，今日嘅崇拜就結束啦。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悲憐憫、聖靈嘅感動溝通，常與我們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阿門。大家咧可以默禱去領受從神而嚟嘅祝福，又彼此去祝福，又將聖經所聽到學習嘅運用喺自己嘅生活當中。好，求主祝福，拜拜。